女神配對計劃有幾真？大家好，最近城中熱門話題女神配對計劃，邀請咗5位女藝人參加，分別李子晴、葉倩文、梁敏巧、關嘉敏同羅毓儀參與，公開招募全球男士同佢哋進行戀愛配對。睇過第1集同第2集之後，大家有咩感覺？今次公開招募男士女神配對嘅計劃，裏面唔少本身已經係藝人嘅男士參加。究竟當中係唔係 TVB 一早預訂嘅劇本？等我哋一齊嚟拆解一下。第1集壓軸出場參加者係大台男藝人曾展望，早已表明理想型男士係曾展望嘅女神葉倩文。見到曾展望即時流露出一副心動沉船樣，而曾展望想追求嘅目標正正係葉倩文，兩人互相暗戀告白。不過兩位早前喺愛回家裏面已經合作過。點解咁耐嘅合作過程都冇追求對方？既然葉倩文係佢嘅理想型，點解要等到有呢個節目先至追求葉倩文？當中會唔會係大台一早預備好嘅劇情，等呢對熒幕情侶可以有機會上位？另一方面，網民疑似踢爆曾展望與葉倩文一早已經同居，不過葉倩文早否認，仲將自己住喺海怡半島。話經理人同客戶都可以證明，收貨地址都係喺海怡半島。與此同時又傳出曾展望係同性戀，不過都係網民猜測，並冇實質資料提供。值得一提，曾展望曾經係賀歲節目以10人限定男團組合 Super Tiger 登場，亦係大台近期力捧嘅年輕男新人之一。到底呢對係真係假？大家拭目以待。另一位討論度高嘅同組成員林保希，被網民稱為富二代 Eddie， 被網民起底，曾參加全民造星5 94強止步，亦曾參與 YFV 真人節目。林保希外形不錯，但好多網民都覺得態度討厭，大家又覺得佢有冇機會？第2位女神梁敏巧同網紅 Babyface 疑似劇本。2024年 Babyface因相睇活動疑似被騙而上咗大台呃錢節目，節目當時由梁敏巧主持。訪問完後 ，Babyface 同林作拍片，表示要30日內追到梁敏巧，最後當然唔成事。今次女神配 Babyface 衝住梁敏巧而嚟，情深嘅表白，誠意嘅眼神，打動咗側邊嘅關嘉敏。關嘉敏被 Babyface 告白搞喊，真情流露。喪嗌黐線，真性情令網民眼前一亮。至於梁敏巧，經過多番思考，最後冇登。感動還感動，點感動都去唔到心動。Babyface 同梁敏巧亦都被網民大熱討論，成功引起社交媒體關注。咁戲劇性嘅內容，你信唔信係劇本寫定？